作為新人，你會唔會想你用嘅婚宴酒係人哋回收返嚟嘅？如果你揀咗可以回收婚宴酒嘅酒商，你就有可能要承擔質量上嘅風險。你唔知道嗰啲婚宴酒呢已經俾人哋回收咗幾多次，會擺喺邊度？可能係貨倉、廚房、車尾箱。儲存嘅問題會令到葡萄酒變壞。喺你大日子嗰日招呼客人嗰陣時，當酒出現問題就翻唔到轉頭噶啦。除咗呢一啲之外，仲要考慮佢嘅成本問題。由於香港嘅運輸成本都唔平，每一次去回收酒嗰陣時嘅成本一定都要加喺支酒價上面，你已經預付咗運輸成本。所謂羊毛出喺羊身上。我哋 Wine Time 做咗51年嘅婚宴酒服務，每年服務新人超過380對。點解我哋唔做婚宴酒回收服務？因為我哋最重視嘅係酒嘅質量。我哋有豐富嘅經驗，提供免費試酒服務，會幫你預算酒嘅數量，支持貨倉同埋運輸車隊。好多新人往後嘅百日宴、公司聚會等，更多嘅係朋友嘅推介。所以酒係一輩子嘅行業，你需要嘅係揾一個信譽良好嘅酒商。希望我哋 Wine Time 可以幫到你。你嘅大日子記得揾我哋幫手，